诗歌我们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贝多芬的大调《快乐歌》，来给我们一起。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的第一首歌是快乐歌，让我们能够在过年之后，我们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那让我们就预备好来参加今天的崇拜。那也特别为从礼拜三开始，上个礼拜三开始，就是进入大斋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纪念基督的受苦。跟他的在旷野当中的经历，让我们也与主一同来经历在旷野当中与主亲近的这样的美好时刻。让我们起来预备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过完旧历年后，我们能够开始我们的正常的时间的生活作息，来向你献上感恩。愿你也施恩祝福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一切蒙恩。也纪念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愿你都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也为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保守我们能够在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都一同蒙恩。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人员的运作来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人员、器械安排运作都在主你恩典的当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备心，开始今天的聚会。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团聚的年节看见恩典，在忙碌中有平安，在相聚的时光中有喜乐。求主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与家人一同进入今天的敬拜。新的一年已经展开，求你引导我们方向，使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项努力都能荣耀你，也能求你在我们当中动工，更新疲惫的心灵，安慰受伤的灵魂，坚固软弱的肢体。也愿主能够保守再次到我们当中的陈吉松院长，愿神透过他的口，让我们向我们会众说话，让我们的心同归于一，一同敬拜。谢谢主，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荣耀，我们来唱快乐歌，心灵良诗选57首。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经文在诗篇第32篇，旧约的第563页。由我来请，会众来应。诗篇第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日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向你陈明我的罪。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担我的过犯。为此，凡承前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你是我藏身之处。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先辔头勒住它。恶人必多受苦楚。我们一起，你们一人应当讨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我们一起恭祷，我们一起为社会人民祷告。我们为我们国家台湾祷告，求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让国家百姓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树林约翰堂陈信成牧师祷告。我们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旧历新年已过，台湾百姓大得平安，新年有新的盼望祷告。我们为各级学校及各行各业预备开学开工，有很好的精神与规划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里，今天我们请高家姐姐妹为我们读今天的经课。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第一处经课在旧约创世纪第2章15到17节，以及第3章1到7节。教会圣经第2页。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3章，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2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第2处经课在新约罗马书第5章12到19节，教会圣经168页。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章7至10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诗歌是天白天白，云顶真正大。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愿这首歌荣耀我们的神，也愿这首歌成为大家在这个新历年旧历年开春的这个美好的 ending。那愿大家明天开工大吉。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很久没有到我们当中的陈吉松院长，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他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支取基督的恩典，我们请陈院长。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在这里跟各位预祝2026年是一个蒙上帝恩典，而且知道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一年。但愿知道怎么领受、支取耶稣基督恩典，会在你生命中有奇妙丰盛的恩惠。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我在讲这个道之前，要讲一个故事。在19世纪欧洲有很多的人移民到美国。那有一个年轻人也兴起了这个移民梦，他努力积攒了一笔钱，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船票，就住在船舱底的位置。那他想，大概10几天的航程很快就会到达美国了，所以他就准备了不少的干粮。没想到海上起了大风浪，让船偏离了航道，以至于航程耽延了许久。那他所准备的干粮全部都吃尽了，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终于这个年轻人决定勇敢的到餐厅里面去取点吃的。当他来到餐厅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的问服务员，他只有一点点钱，可不可以拿点吃的来充饥？那个服务员眼中困惑的看着他，对他说：不用钱餐厅里的食物你可以随意拿去吃。那年轻人也回以困惑的表情说：你的意思是这里的食物都免费吗？服务员说：对你买的船票已经包括了这个航程每一顿每一餐的食物。年轻人听完了差点昏倒。原来他每天是可以无忧无虑享受船上所有的食物，可是他几乎饿死在船舱底下。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我们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不知道救赎的恩典也包括今生天路历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以至于许多上帝的儿女过着非常灵性上贫穷的生命，差点倒闭在救恩的旅途当中。今天早上我要透过保罗的这段经文来了解上帝的儿女要如何来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经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丰盛的恩典。首先我们来看看恩典跟这根刺的关系。在第7节里面提到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个又就表示2件事情。从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看到保罗是领受了主的显现，还有主的启示。他被提到第3层天，然后提到乐园里面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不能说的，所以这根刺就加在他身上，因为他领受非常的大，恐怕他过于自高。但是从第1节到第4节，很显然这是一件事情的2个面向，就像一个铜板，铜板要有正面跟反面，对不对？那要正面反面同时在过成一个合法的铜板，你不能只有一面所以它是同一件事情的2个面向。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到底这根刺是什么？让保罗3次求主离开这根刺。保罗自己这样回答：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这根刺显然跟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的身体，折磨他，使他痛苦不堪有关系。那么诚如加拉太书第4章13节里面这样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那究竟是什么病？保罗并没有明说，所以我也不过度的揣测。不过它的重点应该不是这根刺，乃是主的回复。主怎么回复他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因为这根刺没有办法负荷，但主回复他，在没办法负荷的时候，我的恩典够你用。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所以因为这2个字，接下来的话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把它翻成英文是 all sufficient， 全足全丰。那这个字啊，这个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显然保罗的心情啊，是摆脱这根刺。当有一根刺在他身上的时候，不管是疾病或者一个难搞的一些事情在他身上的时候，好像一根刺。我们有了这根刺之后，人总是觉得这是外来的东西，要赶快怎么样把它拿掉，对不对？可是要转变到什么呢？支取主的恩典，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那最后是拥抱这根刺，而以这根刺为可喜乐的。那这3段的心情，或者说3段的属灵的生命，3段的凌晨，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第2段的凌晨，怎么样支取基督的恩典？请问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在你身上呢？叫你没办法负荷，以至于你也像保罗一样多次求主叫这根刺离开你。所以摆脱这根刺的心情是人之常情。所以这根刺也可类比为困境、逆境或者难以相处的人。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上帝常常用困境、逆境或者难以相处的人作为化妆的祝福，临到他的儿女身上，来考验他的儿女。如果你一直讨厌这根刺，一直想摆脱这根刺，那你就失去了支取基督恩典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情上的转变。当你为这个刺祷告，求主把这个刺拿开，可是主没有答复，主没有回应，正面的回应你。主这样回复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你就要相信主的恩典在你这根刺上面很难搞定的事情上，恩典够你用的。各位相信吗？阿们。是主的恩典在最困难的事情上，在最难搞定的人身上，恩典够你用的。所以我们要转换心情，然后呢，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支取耶稣的恩典，才能够度过现在这个困难的时刻。那到底恩典的内涵是什么呢？在第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祈求主挪去这根刺，但是主没有答应，而是婉转的回复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9节的这2句话都是用现在式。现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一个恩典是现在，而且是够用的。这个表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是过去式，2000年前他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那我们是因着相信
而且接受他已经成就的救恩而得救。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当下的现在，我们的人生会面对各式各样的难处，有些难处可以解决，有些难处呢是没办法解决。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处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呢？就好像主并没有除去保罗身上的那根刺，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主开给保罗一个处方，那主今天一样的开给你我这样的处方。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 all sufficient。 什么叫 all sufficient？ 就全足全丰，所有你遇见的问题都在主的恩典里面了，主的恩典都可以解决你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句话跟创世纪17章第1节我是全能的上帝是互相对应、互相辉映的。全能就是全足全丰的意思，就是现在在当下就够用，你不必等到未来，或者说在已经成就的救赎恩典以及未来耶稣基督再来完满的恩典还没有成就的期间，我们不只是缅怀过去以及干巴巴的等候未来，主的恩典现在就够用。也就是说，在已然未然的这段期间，已然就是 already 已经成就的，未然就是 not yet 还没有成就的这段期间，主仍然赏赐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度过此生。这句话另外的一个意思是，如果你支取我的恩典，我的恩典现在就够用。请各位跟我一起说，如果你支取我的恩典，我的恩典现在就够用。我的恩典现在就够用，不是明天，不是未来，不是1个月之后，是现在当下就够用。所以这就是用第一个用现在式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是主的恩典就是主的能力。下一章，这个主的恩典就是主的能力。在第9节的第2句话，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主回答保罗，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不是应该接下来，因为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吗？这样回复才比较合理嘛，对不对？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的能力呢，也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主是这样回答，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见得主的恩典就是主的能力，所以恩典就是能力，是运行在我们心里面，而且产生功效的大能力。这个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全备。那到底什么是人的软弱呢？软弱这个字啊，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啊，一共出现了5次。那希腊文以及几乎9种不同的中译本对软弱都没有解释。但是从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请问软弱是不是等于犯罪？如果软弱是等于犯罪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因着犯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对不对？当然不对呀。所以软弱就不等于犯罪。那到底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受造的人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身体的部分，还有看不见的部分，比如说是理性、情感、意志，都受到罪的破坏，而且造成瑕疵。因而啊，人与生俱来就有软弱的身体。我们走路1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疲乏困倦。耶稣基督走路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口渴，也会疲乏。这就是软弱。还有软弱的灵魂，
就是我们的知情意受到罪的污染。但是请注意，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说，他的他的理性、情感、意志并没有受到罪的破坏跟污染，但是他的肉体一样有软弱。比如说，有一次耶稣走路来到了叙加的井旁，他口渴，他疲乏了，他就坐在井旁休息。这段故事各位知道吗？对不对？他走路可能走了一上午，他疲乏了，他身体一样疲乏了，但是他没有犯罪啊。那我试着来解释，到底软弱是什么？软弱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瑕疵，包括身体上的极限所产生的疲乏困倦，以及性格上的偏差。比如说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软弱，而扭曲的自我形象，还有自以为是，逃避困难跟挑战，还有难与人相合。有人性格很古怪，在一起就很难跟别人杀到钉就是不容易跟别人相合。那这样的人不管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难搞定的人。那这就是软弱。那么基督的能力就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现在我要跟各位来谈一谈，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主的恩典呢？好，下一章，这个好像不太灵光哈。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他不但住在我们的心中，也住在你的心中，我的心中。所以为着基督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你不知道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好像那个坐在船舱里面的那个年轻人，他几乎饿死在船舱底下。那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这位是独一真的上帝，可是我们生命非常贫穷，很贫乏，里面没有丰富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可是似乎这样的基督徒并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好像耶稣讲的跟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距离差很远，到底怎么回事呢？第9节的下半节就一直到第10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个所以是个结果，就承接第9节的上半节主对他的回复。既然主已经决定没有要将保罗身上的那根刺挪去，那这个时候他应该降服主的安排，而且转换心情，拥抱这根刺带来的软弱。各位，这个容易吗？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里就产生2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是精神有问题吗？他的目的何在？对于软弱，人总是怕别人知道，因而避而不谈。那现在保罗竟然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但喜欢，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成特别喜欢，这个人精神真的有问题特别喜欢。其实不然，这是生命健康的指标。为什么会说这是生命健康的指标呢？过去许多的软弱怕别人知道，如果有人跟你在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触及你的软弱，你总是躲躲闪闪，东遮掩西遮掩，你不敢面对，甚至有些人怎么样就避免就变了脸了，因为你刺伤他的软弱。你很怕在众人面前丢面子，或者怕别人另眼看待你，影响你在别人心中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
这就是生命不健康的指标。如果你常常东躲躲西躲躲，东闪闪西闪闪，不敢面对你的软弱，这就是生命不健康的指标。你现在在不健康的生命里面，属灵生命不健康里面，我这样一说的话，各位在座的可能50%以上的人都在不健康当中啊，因为你总是怕别人一讲到2个人谈话的时候，忽然间谈到你的那个软弱的时候啊，忽然间变了脸了。那跟你谈话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你变脸，你根本不跟那个人说话了，因为你什么？你里面有问题啊！你总是说别人有问题，其实是你有问题。我要各位来看看，在下一章，约翰福音第4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吗？预备来。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好，撒玛利亚妇人勇敢的向人做见证，向撒玛利亚那个城里面的人做见证，他揭露自己的疮疤。而这个道德上的重大瑕疵是他过去极力遮掩的。他这个撒玛利亚的很多的年轻的妇人，他们要早上很早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去打水。可是这个妇人圣经记载说，她是午正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她避开人群。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跟别人在一起了，别人会问东问西，他问到他怎么样，觉得里面很难受，他不敢面对他里面的困难，他不敢面对他里面的问题。那现在竟然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进到人群里面，进到城里面去，而且在人群中做见证，这个证明他内在的生命有重大的改变，可以勇敢坦然的分享自己的问题跟软弱，所以福音的能力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呢，城里的人听了他的见证就很惊讶。这个妇人我们都知道啊，她有5个丈夫啊，现在还有的不是她丈夫啊。不但耶稣这样说，城里面都知道啊。现在他竟然把他的软弱说出来，他的里面一定有做了什么改变嘛，对不对？他里面一定被主的大能改变出来，改变了。各位，我盼望你能够跟你同事、跟你职场的人士相处的时候，不要逃避问题，你一定要到主的面前祷告。在新年的时候，面对你的问题，面对你的软弱，在主的面前，主啊，帮助我软弱变成刚强，帮助我不敢面对这个问题，不敢面对那个难处，我变成我敢面对那个难处，面对那个软弱。这样的话，就是生命健康的指标。我盼望2026年，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都是健康的生命。那健康生命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indicator， 那个指标指示剂是什么？就是你敢面对你的问题啊，你敢说出你的软弱，你敢说出你的困难。我们跟别人相处的，跟弟兄姊妹相处的，当我们别人说出他们困难软弱，你不要把它当作传播机啊，哄上机哈，跟别人就讲了。结果呢？你应该是什么？听到他的问题之后，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这是团契嘛？团契要一起来祷告，不是把这个问题就讲给另外一个弟兄，讲给另外一个，那谁敢跟你讲？就团契的基本要素，可能力啊，就是分享。分享当中呢，我们一起祷告，面对问题，把它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的团契才是真实的团契。要不然，我们的团契就变成非常形式。教会里面不应当走向这样的光景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要祷告主啊，帮助我面对我生命中的软弱，面对我生命中的软弱，面对我生命中那个过去不曾认真看待的那些问题，我靠着主的恩典，支取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就在你的软弱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利路亚。再者，
保罗特别喜欢下一章，特别喜欢极其乐意夸自己的软弱，目的就是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在几种译本里面，我把它列出来：西奈特中译本，还有新译本，还有吕正中译本。吕正中就是我们过去我的院长吕荣辉的亲叔叔，他的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非常好啊，他是吕正中译本。那他们这样翻译，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住在我里面。”那新译本说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另外，吕正中译本说：“所以我顶喜欢，宁可拿种种软弱来夸口，好叫基督的能力来住在我身上。”保罗的这个说法非常令我震撼。震撼的原因是，原来夸自己的软弱，竟然可以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我再说一次哦，请注意听。我们夸自己的软弱，竟然可以叫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意思说，你在下一章，下一章，你越凸显自己性格上的软弱，你就越让基督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就让基督的能力住在你身上。这个理由也不难理解，那就是当你越凸显自己性格上的软弱的时候，你才会为你的软弱做标靶式的祷告。各位知道标靶式的治疗嘛？对不对？就是你身上有一些癌症，那在癌细胞没有扩散之前，那你就把它画一个圈圈哈。这个放射性的医师啊，他要把它做个标靶，那把放射性就打在这个标靶里面，因为这癌细胞没有扩散，所以它可以做标靶式的治疗。那放射性一照这个地方，那这个癌细胞就慢慢被消灭。同样的，在属灵上，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软弱，你要针对一个软弱来祷告。你生命中如果难与人相处，每一个人跟你相处的人都不愿意跟你再一次合作，每一个人跟你相处的人都不愿意跟你下一次再同工，那可能不是别人的问题哦，可能你要看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要为这个问题主啊，帮助我，为什么我不能够跟别人合作？是不是你讲的话，或者你讲的你些行动很奇怪、很古怪，要求主光照你嘛？这就标靶式的祷告。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人都用标靶式的祷告，不要含糊式的祷告。主啊，你就解决我这一切的难处吧。不，这样祷告是叫做含糊式的祷告，要标靶式的祷告。只有标靶式的治疗，才能够把那个癌细胞杀掉。同样的，就标靶式的为那个软弱祷告，这个软弱祷告解决了以后，再为另外一个软弱祷告，再解决以后，再为另外一个软弱祷告。我们生命中很多软弱那你需要一个标靶式的祷告。那其次，在下一章，为什么保罗会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在问，保罗是有病吗？因为这个跟一般人甚至基督徒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来问，软弱、凌辱、遭难为什么可以叫保罗喜乐？因为这是正确诠释的结果。如果你正确的诠释你所遭遇的事情，你就会以遭难为乐。在箴言23章第7节这样说：因为他心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个思量就是你解释嘛，比如你遇到了一些事情，你就会开始脑筋里面有解释，对不对？会解读这一件事情嘛。那你从正面来解读呢，或从负面来解读？你知道罪人的本质啊，就是自私的，因此发出来的诠释的结果自然都是负面的居多。也就是你会负面解读，你不会从正面好意来解释你所遭遇的事情。
可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约瑟，他跟他的11个兄弟相认的时候，这个10个兄弟啊，曾经把他卖掉，所以他心中一定有很多苦毒，对不对？可是，在创世纪第45章那个地方解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瑟的回答里面一点点苦毒的痕迹都没有。他这样看来，是上帝把我差到这里来，不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是上帝把我差到这里来，要什么？要拯救我们全家。这就是从上帝的设立的角度，从上帝护理的角度，从 providence of God 的角度来看待。哦，原来我们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在看顾，都有上帝在料理，都有上帝在护理。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你所遭遇的人事物，上帝都知道。所以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应该从上帝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事，你不要从人的角度，因为人的角度几乎都是怎么样？罪人的角度都是什么？几乎都是负面的。他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一定是看不起我，一定看不起我。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这样解读。假设牧师忘了今天跟你打招呼，平常10次都跟你打招呼，这次1次没有打招呼，你就觉得牧师今天看我没气，看不起我。其实牧师刚好在想什么事情啊？你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对不对？可是1次没有打招呼，你就把它往负面解读。不只是牧师，弟兄姐妹也会这样的。哪一次没有打招呼的时候，你就觉得瞧不起我，还怎么样？你就一直往负面想，越想越负面。各位，这就是罪人解读事情的负面的结果。但是约瑟不这样解释，这个负面的解读影响我们人的生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人的命运都被这样解读控制了，你还不自知。很麻烦的是，我们的诠释系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往负面解读，所以你的诠释系统啊，就慢慢就固化了。下一章，所以诠释系统就是行为的反应，你解读往正面去，你就对它就会有笑脸，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解读负面的话，你对他看到他怎么样，你就一脸臭臭的，然后就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这就行为就反映出来了，大部分的人的诠释系统都被破坏了，都被固化了，很难改变。很麻烦的是，这个僵化固化的诠释系统在主导你的人生，我们却浑然不自知。所以错误的诠释系统反映在行为的模式上，会导致人生不幸。所以错误的诠释系统在下一章，不但用在人的身上，你还会用在上帝的身上。当你祷告，上帝不同意，上帝没有答 yes， 那你就开始往负面去解读，上帝很苛刻，这个上帝真的吗？这个上帝真的是全能的上帝吗？我们就一直往那边解读去，结果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亏损。错误的诠释系统会变成你生命中的限制，会变成你生命中的界限。那个你一直越不过那个地方，你的生命就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够克服了。我指望2026年是我们突破我们生命界限的新的一年。哈利路亚，阿们。我希望2026年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是能够在诠释系统上有一个正面的解读，从上帝的角度来解读。上帝让这个人就在我的旁边，让这个人就在我的职场上，让这个人就成为我家里的一份子。哎呀，我怎么办？你不要往负面解读，你应该从上帝让这个人进到你的生命中，有他的目的，就从上帝的角度来解读，这样你就不会陷入那个苦毒、不喜乐。那生命中里面很多的肮脏，我要跟各位分享，我在这些事情上，我怎么样来解读，我怎么样支取上帝的恩典。下一章，我们家有
9口人。我父母生了7个孩子，那有6个人都得到肾结石，所以比例非常高。换句话说，是有遗传的因素。有一天，我从核能研究所出差到高雄中磷公司，那时候有一个中国磷业，磷就是氮磷钾做肥料，氮磷钾那个中国磷业现在已经没有了那就在那里出差，为什么呢？因为中磷公司他们为了做肥料，就跟南非买的磷矿，而磷矿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个铀矿，天然铀，所以我们就从磷酸里面提铀。那这个我们在实验室做得很成功，可是实验室呢是很小的那个分量很小嘛，对不对？很小，可是要把它变成什么 bench， 变成一个椅子，像这一张椅子这样大小的实验，那这个条件会改变哦，那温度也会改变哦，分量也会改变哦，所以到底那个 bench scale 是不是跟实验室的 scale， 这样的那个产量一样，或者效能一样？效率一样，所以就把它放大差不多10倍左右，那是不是可以跟以前1/10的那个量，实验室级的量一样呢？那结果我们在中磷公司，我在那边出差的时候呢，我带了一个团队到那个地方出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磷酸提铀萃取出来，哇，1个月大概可以10公斤左右，10公斤的天然铀。很不错啦，因为台湾没有铀矿可是我们1个月可以做10公斤左右。那我们就天然铀238，就把它再变成那个铀235，就可以做那个军事的用途。所以那时候觉得很不错。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回到桃园去，那天晚上刚好就肾结石就复发，痛得不得了。各位听过肾结石的痛是仅次于妇女生孩子的痛，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痛很痛。所以那天我半夜了，痛得不得了，哇！我就抱着这个肚子在那边痛。那我太太就说：“那我赶快送你到医院去。”我说：“不行，现在不能动，现在动怎么样？痛得不得了。那我又不希望他现在动我，可是我痛得不得了，那怎么办呢？”我太太就跪下来祷告。我躺在床上。已经半夜了，躺在床上，那我太太就为他们迫切祷告，不知道祷告多久，她很迫切祷告，她说：“主啊，这个时刻求你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中改变他，他就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我祷告到我已经昏睡过去了，那是1977年，等我睡醒的时候。从那个时刻到现在都没有再痛过。各位，你知道肾结石或膀胱结石有什么？用那个体外碎石机，对不对？体外碎石机打完的时候呢，它排出来之后会不会再发？还会再发还会再生因为那是体质的问题嘛。可是上帝很奇妙，就在1977年11月的时候，就那天晚上，我的姐妹迫切祷告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就昏睡过去了。早上起来到现在是2026年，就不再发生。所以你现在跟我说没有神迹，是你没有经验过神迹，不是耶稣基督没有神迹，不是上帝没有神迹，不是这上帝没有，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你没有经验到而已。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要像那个年轻人，买了一张船票，以为这个船票就是只有坐船然后到美国去，那中间所包含的各餐的餐食、饮料都包括在里面的。我们的救赎也是包括这一切，不是只有我灵魂上到天堂去，不是这样而已。各位，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就是救赎的恩典，包括今生你活着的现在，就可以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个是下一章，我们要看看我怎么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解决债务跟经营困难中的神学院。我在2000年7月1号接任圣光神学院的院长，那时候圣光负债800万台币，800万台币对一个企业家来说，这个什么 piece of cake， 就是很小的问题因为不是8000万，也不是8个亿，也不是80亿是800万而已可对我来讲，好像8亿一样。
然后那时候圣光的学生有80个学生，有一半是学士部，一半是研究部。那时候我要把学士部转型成为研究部，因为那时候大学呀，你知道6科大学16分可以读大学，你知道吗？有没有听过16分啊？16分可以读大学，所以如果你在学士部读的话，其实已经不符合教会的需要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要把学士部要转型全部成为研究部，没想到遭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我那时候就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所以我在接任圣光的院长的那一天，我就做了这种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用更多时间来亲近你。”哎，这个祷告上帝喜欢，所以他就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叫我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祷告。所以那一天，我忽然间从3点钟睡醒，我想3点钟要做什么呢？我还记得几天前我祷告说：“主啊，帮助我用更多时间祷告。”可是3点钟不是我的生理时钟啊，所以心里愿意，肉体怎么样？软弱的。所以我就祷告。那我太太睡在旁边，我祷告了5分钟，睡着了，打瞌睡着了。一醒过来看，哇，3点20了，心中觉得很罪恶感。所以第一天要祷告，就是睡了这个15分钟，所以就祷告头以后又睡着了。所以第一天是打瞌睡睡着，打瞌睡睡着。第2天也是这样，第3天也是这样，第4天也是这样，每一天都这样，每一个礼拜，那个礼拜都是打瞌睡睡觉，打瞌睡祷告睡觉。可是很奇妙，每天都准时3点钟，凌晨3点钟起床。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是圣灵听了我祷告，叫醒我起来祷告。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每天用3个小时祷告。这样祷告了7月、8月、9月、10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4个月当中，800万竟然都全部清偿了。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我到台中有个教会，那个教会大概200多人，有许多的医生，还有很多的大学教授，还有很多的专业人员。所以我想这个教会200多人哈，那奉献，因为他是要我去做圣光组，为圣光奉献嘛。就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各位圣光组一样，那为圣光奉献。所以我讲完之后，你知道他们为圣光奉献多少钱吗？请问这个姐妹回答一下。对，你回答一下，多少钱？那天那个200多人的教会奉献多少钱？猜一个数字没关系。我们负债800万。这么困难吗？啊，800万了，太多了。来，我们的那个班长，师班班长，猜一个数字，往下哦。5万，我告诉你，太多了。再猜一个数字来，我们这个姐妹，另外这个姐妹，多少？多少？刚有人说什么？2万。我告诉你，太多了，你知道吗？我公布答案那天呢，我拿到这个奉献款以后，1000块钱，我就愣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这个教会200多人才奉献1000块钱，那时候我坐最快的自强号，还是没有高铁，从高雄出发坐自强号到台中，再坐计程车进去，再回来到高雄，1000块不够结果这个教会200多人才奉献1000块，我愣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教会只有1000块的感动，我还是感谢啊。所以我那天闭着眼睛感谢，我想表情一定很难看。当我把眼睛睁开之后呢，有一个弟兄，我看到一个弟兄抱着他的儿子从教堂的门口走进来。我在看，这不是多年前我在桃园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就开拓的教会的跟我同工的一个弟兄吗？他也跟我一样在中山科学院工作，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后来他离职了，他就到保利达公司上班，到台中去，在那个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跟我说：“陈长老，因为我那时候是教会的我们是长老智慧，地方教会长老智慧。他说：陈长老，你今天讲的道，我很感动。我心中想，有什么用？才1000块。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去年1999年，保利达公司委托他，董事长委托他做一个广告。那广告我一讲你们就知道了。他找了2个不知名的人扮演先生跟太太，
那先生很瘦很瘦，那太太很胖很胖，他就马杀鸡替太太按摩。马杀鸡完以后没有力气了，拿起他们公司的产品，新的产品保利达蛮牛，一喝啊，哇，好像papaya一样立起来了，然后就很有力气在为他的太太马杀鸡。马杀鸡完以后，没想到这个公司啊，这个找了2个不知名的这个广告费代言人啊，代言广告费大概50万就打发了。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对手威士比那一年找谁做广告代言人？亚洲影帝姓周的周润发。哇，这个没有1000万打发不了结果没想到他们广告非常有创意，结果那一年公司营业额上升了30%。那个年轻的陈董事长说：“曾弟兄啊，我们今年公司营业额上升30%，我要给你50万做 bonus 做红利，你要怎么用我都不管你。”我就很在意说：“那你要怎么用？”我不敢说奉献给圣光神学院。他说：“我要把50万奉献给圣光神，1个礼拜就寄到圣光。”各位，你会算吗？1000块生出50万的利息，你会算吗？很奇妙。所以7月、8月、9月、10月，800万债务全部都清偿了。然后我们的学生人数就那一年就转变成为研究部，就从80个人开始变成100个人。120个人、150个人、180个人、200人、250，最多到260个学生。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那一年的那个董事长，圣光的董事长陈定川，他是永光化学的董事长。他说：“我在圣光担任董事跟董事长加起来25年，2000年的时候，他说25年，每一年都负债，唯独今年有 surplus。”有一点结余，我听完以后心中飘飘然，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是上帝的手抓着我的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债务？上帝抓着我的手，怎么样经营这困难中的神学院？把荣耀归给上帝。各位，如果我可以这样经验，我们的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的耶稣不是你的耶稣吗？我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吗？我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你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吗？不是一样吗？如果可以经验，你为什么不能经验？当然可以经验啊！你要放胆来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愿2026年成为我们高雄荣光堂每一个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支取基督的恩典，好让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好让我们福音在我们身上彰显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你施恩在我们当中，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支取基督的恩典。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可以刚强。愿主施恩同在，愿主施恩同在，愿你让荣光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男的、女的、年长的、年轻的、年幼的，都开我们的心窍，来经历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求主施恩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后，我用2分钟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神学院，为着福音使命，神学院必须要重新设计课程，才能够有效完成福音的使命。下一章。所以我们的道学硕士班有分成3个班次，一个是一般的道学硕士班，我把它分成3个专长；另外一个是道学硕士班跨文化宣教与职堂组。如果你对跨文化宣教，你就来读这个；如果你对幸福门训有意愿、有兴趣，怎么样生养，那么请你来读道学硕士班的幸福门训组。那在一般的道学硕士班里面，有分成3个次专长。这3个次专长是按照台湾教会的需要，我们规划这个3个次专长。你可以修，学生进来以后，第一个学期就祷告，跟教会的主任牧师分享教会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事工，那他就选其中一个。如果他希望教会发展青少年儿童事工，那就可以祷告，也确认自己的才干恩赐是在青少年儿童事工。
那他就可以选第一个次专长。我为了次专长啊，我拜访了全台湾很多的教会，在青少年工作做得最好的台湾的几个教会，还有儿童工作做得最好的几个教会。比如说台北，我到板桥去拜访江子翠行道会张振华牧师的师母范丽娟老师，他们教会开始儿童事工的是3个人孩子，现在350个孩子。所以我请他来教，说你有没有可能来教？他答应教5个礼拜。那另外我就找福气教会有一个历史的史传道，他是以圣经为根基的儿童事工。你知道儿童事工不是吃吃喝喝而已哦，不是玩乐而已哦，要扎根在圣经的根基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请他来教5个礼拜，杨牧师也同意了，然后教5个礼拜。另外我也请台南圣教会，他们儿童事工也做得非常好。有个高慧山圣光的校友，他在儿童事工做得非常好，请他教5个礼拜。所以他们会用话剧，会用那个其他的很多的让孩子的集中力不是很长嘛，所以要怎么样吸引他们，然后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所以如果各位，我们不只是开放给神学生，我们也开放教会里面做青少年事工的，或者做儿童事工的老师、主学老师，可以欢迎来修课，可以跟圣光的延伸教育处来报名，就这个课一起上课啊。那第二个就是婚姻家庭与助人技巧事工，我们请了一个翁老师啊，这个在他的实务上非常棒啊，而且他曾经在一个宗派的暑假的婚姻咨商、婚姻家庭跟助人技巧，他帮助训练人怎么样做婚姻咨商的事工啊，做得非常不错。所以如果各位在这方面有意愿的话，也可以跟延伸教育处报名，可以修这个课程。那我们去年下一章，我们就去年开始了一个职场事工啊，在下一章，这个职场事工是我们神学里面最低学分的48个学分线上学习，你可以来圣光实体上课，但是也可以线上学习啊，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不只是给高雄地区的，也给全台湾，给台北，还有给国外、海外、日本华人，还有澳洲的华人都可以来修。所以这个课程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我们现在有2个出版社的社长一个是天恩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的社长他来成为这个双职侍奉硕士班的学生。那一个是福气教会的那个格子外的那个社长来修这个课另外也有旅行社的社长来修这个课。我介绍这个地方，非常感谢各位过去支持圣光神学院，也为圣光来奉献。在你们的手头里面有一个圣光的奉献袋，你们可以有感动的话支持神学教育，也为这个来奉献。但愿上帝透过你们的奉献30倍、60倍、100倍的报答你们。谢谢各位。谢谢陈院长的勉励，也希望我们每位会众弟兄姐妹支取基督的恩典，成为我们2026年满满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唱回应诗歌，会众请起立。爱传福音，在新娘诗选第311首。为了
坐。我们请诗线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生命、能力与每日所需的一切，让我们天天恩典够用，也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年做忠心的好管家，知道一切从你而来，也为你所用。求你喜悦我们所献上的，无论多少，都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大家在这里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工大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有光明，因着耶稣同享。来到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也如果你们如果上个礼拜还没有收到牧师红包的，那在会后牧师还会发祝福红包，请大家欢迎领取牧师的祝福。第二点，旧历年已过，本周主日开始恢复台语堂8点半跟华语堂10点聚会，请弟兄姐妹注意时间。
本周主日为圣光神学主日，我们感谢陈院长的2堂的正道，也邀请弟兄姐妹为陈院长家庭服事祷告，并关心台湾的神学教育。第3点，下周主日3月1号为3月的第一主日，教会安排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并为教会的各样事工关心祷告。第4点，适逢228连假，教会办公室2月27号星期五休假一天，那228星期六是正常上班，请弟兄姐妹注意会堂的开放时间，并为连假外出平安祷告。自2月18开始，除每周主日外，至这个4月5号复活节主日有40天为大斋期，牧师将预备大斋期期间，每周3中午11点带领禁食祷告，并邀请弟兄姐妹身体状况若许可，可以每周一餐的这个禁食。第6点，为募集社会关怀经费及配合大斋期简约禁食，总会社会关怀委员会推动少一菜多一份爱活动，在大斋期40天中，透过禁食省下的餐费或是节约一道的菜钱，可以奉献为总会社会关怀的仁爱捐款。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活动，配合教会大斋期至4月的第2周为止。第7点，3月6号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卫理神学院新学期推广教育学程，自我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开始上课，师资是周淑清老师。第8点，南教区会议将于3月14号星期六10点在本堂召开，邀请弟兄姐妹关心南教区事工，并为各会堂的福音事工发展关心祷告。第9点，我们门徒课程在3月14号星期六早上9点半开课，属灵导师是我们潘慧珍传道，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10点，3月16号星期一，115年春节的制服艺人学院各班陆续开课，请为老师预备及各项的活动顺利带导。第11点，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这个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第12点，总会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的建造款项祷告，求主能够赐下充沛的资源和其使用，并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的奉献。那牧师有要补充？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简单的补充。那谢谢大家。我们在这个旧历年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这边做礼拜，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蒙受上帝的祝福。所以刚刚我们的司会有报告了，等一下如果还没有领到我们的红包金句红包的，我们等一下在后面的地方牧师会发给大家。如果你还没有领到的话，来跟牧师来索取。那当然要先说明因为这个里面的金句只是圣经里面当中的一个金句。那如果你要更多的了解圣经，当然一定要读经了不是只有看这个金句卡所以这个叫做这个试吃那是你要吃整块的，就是你要看圣经所以我们在3月以后会陆续有很多的课程会开始的开启包括我们刚刚会有听到的红本门徒的课程，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要开启了所以在3月以后，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陆续的跟大家来这个报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一些的课程。那请弟兄姐妹我们的更多的参与，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来学习，不是当老师就是当学生，我们能够来学习上帝的话语，能够来当一个好的学生。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些的从上帝话语当中领受的，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来带领别人，让人能够得祝福得帮助。那特别要说明的就是有关禁食祷告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会有一些的困难那请不用担心，也不要觉得是一个律法性的要求或是压力。
那基本上我们在圣诞节不是圣诞节，复活节前40天，我们所谓的这个40天的时间叫做大斋期。那这个让大家做一些的明白跟了解，就是在复活节前的40天扣掉主日以外，都是叫做40天的大斋期。那原则上在传统教会里，我们都是会用禁食来做一个表征，就是能够来代表说一个刻苦的一个代表。那当然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禁食40天很困难所以我通常都会邀请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有一餐的禁食。那当然有人说40天要禁食也真的相当困难，一天一餐也很困难。那我们在为了能够让大家可以稍稍的可以体会跟体验我们在每周3的11点钟，在大斋期的当中，每周3的11点钟到12点半，1个半小时的时间，有一个体验性的一个禁食祷告的时间。那这个禁食祷告也希望我们能够，当然可以的话，能够真的禁食，真的禁食。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没有关系，就是你照样可以吃喝也可以喝点东西。如果尽量可以的话，就是半禁食的状态，就是流质的东西。那我们禁食的时间的话，早餐的禁食是从12点半夜12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这个11点以前这个是早上的禁食。那如果是中午，就是从11点开始到下午4点。那下午4点以后到晚上的12点，这个是晚餐的禁食所以你可以挑选一个时段来做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那当然要更多了解的话，可以来参加牧师有开的这个我们的禁食祷告会，在每周3的11点到12点半的时间，我会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那也请弟兄姐妹来纪念总会的这个宣教大楼的建造已经快要完成了。那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到台北去，那也可以到这个台北的我们的宣教大楼，就在台北卫理堂的附近的地方。那期待我们的教会，我们为总会来祷告，期待这个大楼建造之后，我们真的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宣教能够尽上一份的心力所以刚刚院长有特别提到这个神学院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组我们的这个道硕的宣教组。希望我们在台湾还有很多未得的地方，包括我们东部现在才多一个花莲，那我们还有台东，还有屏东都还没有建造教会，彰化、云林都还没有，还有苗栗也还没有，所以我们为这些地方来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得人的机会，在那里设立建立教会，使人得益处的帮助。有上帝的带领，非常谢谢。谢谢牧师的补充。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3、1首。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要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支取恩典，领受我们在2026年每一天我们都领受到的祝福，带领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给予祝福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会众请坐。宴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在
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燕牧师为你祷告。